咱就来请咱的前辈者较会讲道理的，修为较好的，形象较好的，来斗法。安尼自然迄都会当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人时咱家己人是要甲讲，有人叫你做小朋友你我爸爸就知的，你讲的后孙哪会做他？没有一种迄个就是心理的仰慕的迄个观念。所以有当时咱家己的朋友亲戚来讲，但是少办亲像讲你条讲咱平时要来查死还是讲今日咱平时要来查死，其实讲起来足简单为即摆人家人拢有咧食者还是拄咱包一个水饺，还是用电来我即摆拄好包水饺我即摆包水饺足好食来我请下来讲叫来斗法嘛是无要紧即摆你就约一般的你咱道场的前辈者爱互相鼓励当然这当中你爱就要来引导，亲像当时向国外的台湾队伍第一次去到这个泰国，无收点文书，其实迄阵人才黄经理大影去到这个黄经理大影无叫泰国遐拢有熟悉生意人，就介绍这个某啦，这个某还有兄弟安尼，但是干安尼互咱咧讲道理安尼考一考一考，安尼大家开始对道保护，我今日来道来道理来求道道偌顺，这个偌好，道偌好，就安尼说一说足大说。我到尾我讲大主讲，你爱就要把它成江引线你要怎成江引线？你即摆就爱介绍了当然你叫你拢熟悉阮拢无熟悉，这是秘密阮就要甲导伊来引导，伊会惊所以就安尼考就考一大考。我讲你爱要成江引线，伊讲安怎成江引线？我讲你即摆介绍了，因为阮台湾得到几十年我知影讲道足殊胜、足宝贵，所以今日我特别邀请因两位，要来把这个宝贵的大道传互你，要甲恁介绍互你知影。安尼我讲要讲足简单，直接就是讲你道理。安尼叫做成江引线，所以你就要扮演成江引线的角色。安尼讲起来，咱就无迄个讲方便。安尼就是拢袂了。有人遐家己去旁边，旁边了，我讲人歹多，迄无用对无其实是咱袂了，方法用对，所以遮我就讲咱大家啦各位同事，第一是爱真正落实，当然这是一个股票落实，就是讲咱点对事情。第二就是咱真正一个人爱落实5个人，其实落实5个比点落实较重要。咱若无落实5个，比如安尼讲，咱